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5年的5月初6。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21篇，以西结书第1章第1节到25节，使徒行传第9章19节尾到31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宣讲。昨咱有讲到一个受呼召上帝仆人，伊的领受到上帝真特别的异象呼召。真侪时阵只有家己知，只有家己明白，因为就算是宣扬出去，咱所受的感动、受呼召的这个过程，其他人也无一定会通了解或者是明白。以西结书第1章第1节到25节，咱看到以西结先知提到家己所看见的异象，所领受的呼召，就好那亲像以西结书先知所写者的预言同款，咱无法度对字面来了解明白的。第30年4月初5，我甲受放逐到巴比伦的犹太人做伙住伫加巴罗河边，迄时天拍开，我看见上帝的异象。这个代志发生伫约雅斤王受掠去巴比伦以后的第5年。伫巴比伦的加巴罗河边，上主对波西的囝祭司以西结讲话：上帝赏赐伊气力。我伫观看的时，看见大风对北边扫过来。有一大片云，佮有闪烁的火，云的四周围光显显，对迄中间发出的火，亲像会死的金属遐尼光。伫中有出现4个画面，因的形状亲像人，逐个拢有4个面，4只膝，因的骹直直。骹蹄亲像牛的蹄，光显显，亲像磨光的铜。伫逐只膝骨的下面有人的手，有4个面，4只膝也是安尼。伊的膝拢成接连，行动的时毋免长身，拢会当对逐边直行。4个画面有4个面宽面。头前的面亲像人，正边的面亲像狮，倒边的亲像牛，后面的亲像鹰。因的膝往顶面来踢开，逐个画面2只膝，甲按两边的画面的膝3只。因为2只膝看家己的身躯，佮逐个画面面前，照心意所做伙行动，直到毋免佮长说。这个画面的形状亲像伫倒的火炭，亲像火把，火焰不断伫画面中间来回刷为震动。火真光，对火中间发出声呐。这个画面前后撞来撞去，速度亲像声呐遐尼紧。我伫观看这个画面的时，看见每一个4个面的画面边仔拢有一个轮仔伫涂骹，4个轮仔内外形状拢同款，那亲像一个轮仔内面佫有一个轮仔，轮仔拢亲像宝石发光。这4个轮仔会震动的时阵，拢会当对逐边来直行，毋免长说。4个轮仔的连径悬，佮互人行位。径的外面拢是目睭。这个画面行动的时，4个轮仔拢对咧边仔来长说。画面离开地面，轮仔嘛离开地面。画面的心意要去倒位，轮仔就去倒位。因为画面的心意控制轮仔，当画面行动，轮仔嘛行动。画面停地，轮仔就停地。画面伫地面上升悬，轮仔嘛对地面上升悬。因为画面的心意控制轮仔，才会画面的头壳顶有强壮的形状，亲像伫发光，
迄目的喙尖伫因的头壳顶踢开，伫姜葱的下面，因的舌直天开。伫边仔的画面会舌三接连，每一个画面用2支舌夹砍家己的身躯。画面行动的时，我听见因的舌发出声，亲像大水哗哗吼，嘛亲像军队在做车势，佮亲像全能的上帝的声。因停止听地时，舌就推落来。毋过画面停滞，舌推落去的时，犹原有声音对因头壳顶的姜葱传出来。虽然咱袂当明白了解，但是咱对身体的复杂中间通知，身体确实是领受着上帝的呼召以及册件来宣扬上帝的话语甲伊的旨意。咱昨嘛讲到保罗为着家己的呼召，伫王的面头前来辩驳，也知就算讲伊真大声伫遐话来辩解家己的呼召，但是遐个反对伊的人犹原无法度明白。但是保罗的性命实在是有改变，透过伊的热心的传扬福音，当了解明白的。使徒行传第9章18、第19、22到31节记载着保罗拄受呼召了后，开始热心传扬基督国外的福音的过程。也因为安尼引起犹太人对伊的不满甲杀意。圣经讲，扫罗甲伫大马士革的门徒做伙带几啊日。伊随时伫逐个会堂来宣讲耶稣，讲伊是上帝的囝。听到的人拢着惊，讲伫耶路撒冷消灭来叫即个名的，兼毋是即个人。伊来遮兼毋是要掠信徒，甲因押去交互这市长。扫罗若讲若有气力证明耶稣是基督，互住伫大马士革的犹太人无通辩驳。真侪日了后，犹太人斗阵计谋要杀扫罗，因的计谋有互扫罗听到，因明日伫城门口长等要甲伊杀。毋过伊的门徒伫暗时就甲伊带出来，用一个篮对城顶悬甲伊推落去。蒙受着上帝的呼召传福音的人，就必须爱亲像安尼热情，就算拄着这么大的难阻，也无法度来行时，嘛需要无有惊吓，勇敢往前，亲像保罗一样。诗篇121篇安尼讲：我摇头看山，我的帮助对叨位来？我的帮助是对上主来，伊是创造天地的主。伊袂互你绊倒，你的保护者袂拄眠，伊说保护者袂拄眠，嘛袂困去。上主是你的保护者，伊伫你的身边做阴影，在保护你。日时日头袂伤你，暝时月嘛袂害你。上主会保护你，脱离逐款的灾难。伊会保护你的性命，你出你入，上主会保护你，对即时直到永远。恳求主将做阮的瓦靠，叫阮伫面对难阻甲压力的下面，袂跌到伫惊吓。愿意亲像彼得，互使徒亲像使徒保罗共款，勇敢见证，传扬基督国外的福音。基督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